军公教每年薪水要调4%，也若这国立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加级也要加15%。教育部为着要鼓励私立大学也对咧调薪水，提出本身含学术研究费70%由政府补助措施。中国科大董事会决议会照教育部的政策，希望用这薪水甲好的老师留调咧。 小界用实物处理动物的皮甲设计，台湾基这份文创商品开发的选修课真受是教团体系学生的欢迎。少数化冲击之下，数学老师爱搁较拼。责任跟挑战都越来越重了。那私校老师要负责更多教学以外的行政啊、教学啊、跟辅导方面，其实付出很多。 私校也留住好老师，确保教学品质。啊，毋过每年军公教调薪4%，公立大专助理教授以上学术研究加级也调整15%。今来助理教授研究加级就加6320块，安尼日期变怎呢？教育部表示，私校若对咧做，会比照111年。本心以野外专项补助70%，研究加级调整15%，也补助70%。中国科技大学董事会初三决定，比照教育部的额度来调薪水。 过去累积的一些我们可用资金、自有资金也还不错。那董事长非常照顾同仁啊，而且因为好的薪资才可以留住好的人才。有很多需要支援，那当然在加薪方面当然是最直接的。那今天听到这个消息，当然是很开心啊。 107甲111年军公教各调薪3%甲4%，中科大拢有对咧配合。学校高算70%补助了后，学校负担将近500万。另外，编制活动数加薪4%也自行吸收。每个学校的招生的规模跟过去激流的这些可用资金可能不大一样，所以我们也大家一起努力啦。因为私校确实经营都很困难。 目前，私立大专就中国科技大学确定对咧做，去年对咧调薪5%的龙华科大表示，董事会原则支持，不过爱等教育部正式来文前按照定数来进行。文化甲淡江两个老牌私校表示，以前调薪拢甲公立学校同款，不过还阁经董事会通过了后，才能对外公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